牛我妹煮鸡脯，爱讲嘛嘅咧。前几日，阿妹爱挨老阿爸乡下去摘5月节爱用嘅草。今晡日系5月节，阿妹连天讲诶，就开始杀鸡、捞3层肉。阿爸拿香茅、用鸡、捞叶，达到200，爱吊门口，准备酒，整理公堂，挨洗果子，准备来拜阿公婆，拜好神明，老阿公婆，挨当主是按好事嘅办钟诶。所当主过后，阿妹准备拜天机煮嘅东西。阿爸用热去煮烧水，按不呀好势生用。都是热嘅下，阿妹煮脯诶、炒头诶、炒吊菜诶，还有瓜诶汤，食饱呀。就爱用阿爸煮好嘅水，偷啲自来水，准备洗身。洗好身，阿妹还本挨一只香包，就好睡木嘞。也就是牙木卡嘅5月节，什么呢？听爱讲下，爱记得打开小玲珑诶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！